高雄的邮政总局伫咧暗时嘛有提供服务，毋过说定定有民众甲车乌白停伫咧门口，也就是人行道的所在，民众就质疑这警方拢无加强处理。针对这点，警方表示会阁加强宣导，嘛已经甲遮列作是重点客载区域。高雄邮政总局虽然刷几若只乌托邦徛伫人行道顶面，含过路人闪来闪去，嘛有人无愿意刷车。原来是警察要来处理车辆违规停伫人行道，后来邮局办代志民众赶紧刷车，过路的人惊叫歪着，赶紧闪一边。这款的状况，伫4下店就看到，嘛有人当场警察开单。因为现在业界邮局寄信的人比较多，所以大部分大家用签的很少。那我们保全会尽量劝阻。刚好要放，结果警察跑过来了，嘿，结果他看到他就快点那个牵着跑走了。机车的车位太少了，所以停车很不方便。民众讲边仔的公有市场都有停车位，所有人并单起啊，才会乌白停。嘛，这个警方无积极处理，违规的状况才会无完全改善。自114年9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，于该路段周遭取缔相关交通违规，共计192件。是高雄最大的夜间邮局哈，也是唯一的一个。那拥有民众很多啦。那事实上，我们为了这个问题，我们也在骑楼规划了停车位。警方讲，今日伫9月，高雄邮局4科违交通违规处理，就将近200件。民众甲车停伫人行道，还是徛伫人行道，拢违反道交条例，会罚600到1000倍。已经甲这种类型的违规甲这个所在列作重点稽查处理的项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